要马币咩？飞机啊？这次来到金宝，有没有东西吃到不用钱的、免费的？哪里有免费的？没有免费的午餐啊。您大看呐，您到这条香蕉了，有一点也可以吃的。啊，你讲没有送到，您大到了咯，没有钱给你，给你一个意思了，听文化的意思罢了啦。我认得你，谢谢你。好像有，我不有没？你叫我名字的。这个是老板娘是吗？你在这88岁啊，好像28岁这样子罢了。80了。哎呦，身体健康。我们这边金宝是出名这个毛胶了，你们外地是没有的。哦，多少钱？不用啦，送你。又再送啊？还没送我，你送我唔送我嘅啊？贵，真的很贵的。都对吧？给了噻。我们要求就是有这样子东西，你就显到美美，又要人家送你，那里可以。哎，卖是多少钱的？那个我们大多数都是泰国的了。加多一个木瓜了。给我盖起。啊，给他看一下，没有送啊，我是给他一张纸了。没有，等一下他讲你送我，没有送他呢。啊，不是送的啊。要马币咩？飞机啊？差不多一樣啦，謝謝你，謝謝你。冇咩，俾你一個紅包，身體健康。哎呀，我正要嘅，講啲話啦，做人講人見就人眼，人理人福，哦，人口人才，係啊，人正啊比天高，你真係比天高啊你，周圍去㗎你。唔係啦，啱啱嚟呢度拍戲，今日拍細咗，翻吉隆坡咗。你叫十全十美啊！十全十美係你係好有錢係人見人愛㗎你，唔係啊，唔該你啊。Thank you。有拍照咩？我拍照啊！我又幫靚女拍照。唔好咁講，就係咁啊你。最重要開心，幾歲都冇相干。啱，我好少見到咁嘅貴人，我88歲啦。耶！哎呀，Thank you。